继续正大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的立委徐卡新因为涉密，互外交部甲告。讲国民党的立委全力声援着徐卡新，要伫15号的委员会，请外交部长吴钊燮来列席，要以车轮战的方式要甲质询。早起的委员会，国民党的立委也是点名着外交部，锁定外交部的处长陈忠光。立委来问立委马文君来问处长，讲这个吴钊燮使用“恁爸”这2字发文章是毋是无适当咧？处长是来回讲，迄是一个真接地气的语言。请马文君委员上台。交委马文君准备质询立委徐卡新甲代理，当初一个开喙，重点嘛是替伊咧讲话。请2位。恁爸一般的意义是什么？这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语言，我的认为是这样。一般它是接地气没有错，可是它的用法上面，它会用在哪里？就是我很高高在上，我很高傲。以前我们听起来觉得这可能是高高在上，现在听起来可能是我们兄弟的意思，或者这样子啊。我可能有错误，请原谅。今天不是外交部长在这里，不然其实可能要询问的是他。点名无在场的外交部长吴钊燮，因为伊伫社群网站打出这张相片，表示讲面对无理质疑一定会冤到底，被解读是针对徐卡新留下秘密的案件。如果他是林北，我就是老娘了哈。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啦，很无聊啦。风声讲国民党的委员拍算要以车轮战的方式质询外交部，虽然吴钊燮15才会备询，不过早起委员会中内啊陆续点名外交部。请田次长。有请我们田次长。麻烦请外交部田次长。嘛是共党的拢相听讲新北市议员李家凯上节目无替徐卡新辩护，尔会正不满批评讲李家凯讲会斗3共讲话，也不过无这个人做代志真双面。即马争议唔安尼尔，这个网红4千了1年，徐卡新不应该告网友，佮声称徐卡新引导外口的路权，就大家做回来。很欢迎因为警局有来问我啦，能够取得多少的社会支持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外交部指控徐卡新留下秘密，双方为言语的交锋到行法院，争议的代志是一件接一件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